看住，这个高一个，来过，这样这样开，是这个没呗？那这，那，他把我那中国的就是。再看住，你去再皮，可能爬过住的爬过，马上就得呀。哎呀，靠！你谁当过你？这个你都给他吃了啊？这个那这个中国那个上哪去用？这用谁的啊？星期天上班的时候，接不接单？